哦，菩提树可以长这么大，树干都那么粗。南光中学，南光中学广场这边，广场今年可以到那边去。中山堂，你看中山堂有卖那个鞋子啊、衣服啊。菩提树了哦，菩提树这么大了，难怪说什么在菩提树下，哦，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，哦，这菩提树就这么大，树下乘凉，但是下雨打雷不可以哦，下雨打雷不能够在树下。树是高的高出地面很高的地方，是打雷容易打到的地方。